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浩，欢迎过来到目仔 Watch。这是一个对台中发声的金融训练节目，衷心希望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美国7月非农敢若新增7.3万人，而且前2个月嘛，互人大量下收。7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7.3万人，比市场预料10万人搁加足多。而且重点是前2个月嘛，互人大量下收。5月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对 14.4 万人下收 12.5 万人，到 1.9 万人。6月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对 14.7 万人下收 13.0 万人，到 1.4 万人。非农新增就业人数 7.3 万人这个水准，直接扭到去年开始降利息的水准，予市场搁开始制度联准会9月会降利息。市场对联准会降利息的制度变做2年期利息大降，美元落，金价起；10年期利息落，美债起，油价落，拢反映经济可能变差，开始行下坡。